舊約耶利米書第21章，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那時，西底家王打發瑪基亞的兒子巴斯戶尼和瑪西亞的兒子祭司西番雅去見耶利米說：請你為我們求問耶和華，因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攻擊我們，或者耶和華照他一切奇妙的作為待我們，使巴比倫王離開我們上去。耶利米對他們說：你們當對西底家這樣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我要使你們手中的兵器，就是你們在城外與巴比倫王和圍困你們的迦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轉過來，又要使這些都聚集在這城中。並且我要在怒氣、憤怒和大惱恨中，用伸出來的手並大能的膀臂親自攻擊你們，又要攻打這城的居民，連人帶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以後我要將猶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僕百姓，就是在城內從瘟疫、刀劍、饑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們仇敵並尋索其命的人手中。巴比倫王必用刀擊殺他們，不顧惜、不可憐、不憐憫。這是耶和華說的。你要對這百姓說：耶和華如此說，看啊，我將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擺在你們面前。住在這城裏的必遭刀劍、饑荒、瘟疫而死，但出去歸降圍困你們迦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為掠物。耶和華說：我向這城變臉，降禍不降福，這城必交在巴比倫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燒。至於猶大王的家，你們當聽耶和華的話。大衛家哦，耶和華如此說：你們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並被搶奪的脫離欺壓人的手。恐怕我的憤怒因你們的惡行發作，如火着起，甚至無人能以熄滅。耶和華說：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你們說，誰能下來攻擊我們？誰能進入我們的住處呢？看啊，我與你們為敵。耶和華又說：我必按你們做事的結果刑罰你們，我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着起，將他四圍所有的進行消滅。